好，大家好，咁或者等我先提，就住澳門所得補充稅俾少少簡介俾大家先。誒，基本上咧喺澳門進行工商業活動咧，就需要交所得補充稅嘅。咁喺澳門所得補充稅咧都分為 A 組同 B 組兩組嘅納稅人啦。A 組咧就包括如果係註冊資本，即係公司嘅註冊資本超過澳門幣100萬啦，或者過往3年嘅平均利潤超過澳門幣100萬，已經會歸類成 A 組啦。咁另外就係跨國集團嘅最終冇實體啦，都會係 要求係歸類係 A 組嘅。咁其他公司如果雖然唔符合呢三個條件，但係都想加入成為 A 組咧，其實都可以嘅。咁稅局都係會接受嘅。咁另外其他唔符合呢幾個 criteria 嘅納稅人咧，就會自動歸類為 B 組啦。可以下一版，唔該。咁我呢個表格都提供咗 A 組同 B 組嘅一啲difference 喺度啦。咁基本上咧，其實filing period 啊，同埋嗰個追溯期咧，其實A、B 組都係一樣嘅。咁但係評稅嘅標準咧，A 組就會一般係按照納稅人提交嘅申報書去做一個評稅嘅。咁但係 B 組咧，稅局係可以用一個deeming basis 嘅形式，佢可以按照行業嘅平均利潤啦，去做一個估算嘅評稅嘅。咁另外報稅期限咧，A 組就會係每年嘅4至6月啦，B 組就會係2月至3月嘅。咁虧損方面咧，A 組咧係可以往後帶落3年嘅，但係 B 組嘅虧損咧就冇得繼續帶落去下一年度。然後稅表上面嘅簽名方式咧，A 組嘅 return 咧係需要納稅人連同澳門註冊嘅會計師一齊簽署稅表嘅。咁但係 B 組嘅稅表咧就淨係需要納稅人簽名就可以。可以下一版講。咁根據現行嘅稅例咧，所得補充稅規章佢係會有一個3至12%嘅 progressive rate。咁但係每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個60萬嘅免稅額扣減啦。咁超過60萬咧就會係12%嘅。